美国总统拜登将宣布要卖咱2款攻击性的无人机，按算2025年就要交货。亚咱中科院这届是摕到83亿的七次案，团工就是要试验咱的天宫3型飞弹。国务部长顾立雄是表示，这机密事项不便透露。拜登政府第15摆对台军售卖出金华岛300。Altius 600MV 2款攻击无人机，会强化国军地面部队精准打击能力。外界观测，什么时阵会当交货，都惊拖延交付。美国国务院政治军事事务局回应，预计今年到2025年就会交货。国防部长顾立雄会搁甲美国讨论。今天看到有媒体报道，他们应该是会在明年会交运。那我想这个部分是，我们认为应该要尽速获得的事项。筹获的这个时程，我们会再跟美方再进一步的这个讨论。将对于台美共同合作生产武器，像无人机的弹药库存。美台台商会长韩如碧乐观看待，有希望成真。学者表示，台厂具备有一定的能力，也毋过爱符合美国治安规定，甲产能监视充足，拢会放大监视。我们能够补足美国的需求，那美国可能它自己国内没有生产，例如说高科技的那个晶片什么这些，这本来就是台湾的强项。那第二个可能是一些数量上面，也就是它目前假设那个，例如说因应这个乌克兰这个战事的需求，那美国国内的这个厂商它没有办法满足这样的这个生产数量的需求，或许可以在这个地方就是补足或是支持。另外，国防部开83.88亿交付中科院执行系统性测伪上案。时间长12年，传出是测试天宫3型飞弹。顾立雄低调无愿意加讲，顶多是海巡署针对中共成员台海紧张情势，公布逐天平均有4架中国海警船落入金门海峡。我们跟海巡本来就有绵密的这个勤监侦的联合勤监侦的手段，所以相关的这个动态都有互相这个协作，所以我们都掌握得非常清楚。对于美国环太平洋军演6月底就要开始操演，虽然台湾无得到邀请，不过传出要拍大型的报废船。今是针对共军的航空母舰，顾立雄以环太军演是美国主导事项，无做评论。顶多是最近社群平台流传要求国军提供急职任职单位等文件。顾立雄证实是诈骗信息，无排除是警察势力，呼吁官兵唔通哄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